客家有一款酸甘茶，伊是甲虎头柑的果子肉熬掉，柑仔皮加汉药材加茶米提起泡质，就会当泡一后酸甘茶。不过这制作过程是真高工，愿意做的人愈来愈少啊。历史这项传统技艺嘛，豆豆也失传。乌空虎头柑的果子肉，再搁伫外皮内底加入中药材、枸杞加茶米，利用锁啊绑好势。放入去冷藏，豆豆吹好熟，佮要经过日头晒，才算完成客家的酸甘茶。因为制作过程高工，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人会做。酸酸甜甜，有一点回甘，还可以助消化。因为虎头柑的陈皮效果还蛮不错的，然后呢加上各种青草药，然后呢对早期社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来缓解身体不舒服的一种药，所以坦白说它是一种药，不是茶。就是最早期的客家人来讲，它是药不是茶。也才指出，酸甘茶若会使帮助消化、解油，火茶米可以当保留原底的香味，互人一喙接一喙。最近业者也利用一冬的时间改良做法，利用柠檬提升酸甘茶的口味，也透过微生物发酵，啉茶也袂困袂去。很多客家人都是很重吃咸味，所以比较油那些啦。配这个茶很好，可以解油腻，而且喝了你不会说喝一般的茶叶的话，我怕会睡不着啊。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隔夜茶不能喝，那个茶晚上喝了不好，会睡不着。那因为这个茶是后发酵茶，也就是在茶的分类里面的黑茶原理里面的，它是用微生物发酵的，所以它把所有的物质透过微生物的分解跟重组，它去掉了茶核素，去掉了很多那种会导致你睡不着的。也在对传统中找到创新，除了保留原地好气味，也互古早味酸甘茶这项客家传统滋味，甲做茶的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